观众朋友，早早欢迎收看5月23公视台2台早起新闻，我是苏眉。新闻头起先，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。昨下晡指挥中心公布增加321例，各有400例校正回归的个案。这400例指挥中心表示，是因为检验甲通报的时间去牵到5月16到5月21本土案例有订单的数量。俩目前过一天确诊量上济5月17这天来看，原本迄天公布是333例，修正了后是406例。本土疫情连续一日爆出来，2日佫新增加323例确诊的病例，分别是321例本土加2例境外移入。指挥中心公布确诊数也未完，另外有400例本土的个案，公司校正回归数，原因是检验塞车，所以讲即阵才公布。昨天因为这效率的提升，所以昨天我们大概也清了大概1万多件的一些旧案，这里面有400个案例。全国指挥中心公布的校正回归本土的个案，5月16原来是206例，校正了后增加为245例。5月17 333例，经过校正了后406例，是一天本土确诊数上最。另外18 240例新增加为325例，19 267例改做359例，20 286例校正了后是360例，21 312例更新了后是349例。校正回归案本土案例合计有400例。外界质疑这个讲法有看白嫌疑，但是中共事实就是安尼。把事实显露出来，就是先排揭露出来，让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说每一个时期发生的病例是多少。通报在上传里面，事实上是有塞车的一个情形的必要的栏位，从20几项那简化到8项。另外，因应疫情发展，行政院人事总处公布，这个符合条件，上报中央的机关伫厝上班的人，会使由原先的1/3提悬到1/2。居家上班是以1/3人力比例原则呢，提高为1/2的人力为原则。我想这样的东西的目的就要减少这个人潮的移动，然后降低接触的风险。经济部长也呼吁企业沿岸的税2/2员工伫厝办公，不过强调产业的属性无同，只会使鼓励无法度来强制。他是要顾这个产线的员工的部分，就不适用这样的原则。我们是鼓励可以在家上班的员工，尽量让1/2在家上班。疫情的热区以上巴确诊人数上多，市府拢已经真紧设立采检站，但市长指出检验量0一天会使达到2万多人。即阵上北热区阳性的检查率已经较平稳。纵观最近的状况，5月15阳性率上悬，达到6.3%，了后就稳定，显示疫情并无爆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出国爱挂嘴安，毋那是为别人，嘛是顾家己。但是所有人是千讲就讲袂听，亲像新庄有一个查甫人，已经互警察困逃过几落遍，即马佫去互撞到，煞遭互警察约佫共车。另外，台北车头嘛有一个查甫人，伊无挂嘴安，警方要过界劝导的时阵，伊煞举刀甲警察攻击，落尾发现伊是一个通缉犯。体20公分长、开山刀的姓叶查甫人，互将近10名员警团团包围，对立几分钟。警方接到民众报案，一个家友无挂喙安，伫台北车站乌白西，派2名员警到现场扣劝，想要到姓叶查甫人不止唔配合，佮上警察最后警力来支援，将抓起来。两员警虎口甲阿妈棍，互伊挂伤，好甲再无要紧。经过了解，姓叶查甫人是一个窃盗通缉犯，先后被以妨害公务伤害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。社会民众他不仅不戴口罩，不听从警察的劝阻，而且经我们查证身份之后，他涉及到窃盗的通缉。那我们警察依照规定跟他依法来移送法办。全国疫情提升到3级警戒，民众只要出外都爱专程挂喙安，暗过游玩摇人无要听。新增一名63岁查甫人10日才互警方扣劝，而伊尾仔佫互警察处理，直接走互警察局，甚至动手杀警察。如性民众惧怕遭罚款，推了远警一把，然后致使远警身上的密录器掉落为止。那远警立即予以逮捕，结合依妨碍公务。以前卫生局予以裁罚对待口罩的部分。出外挂喙安假日较少出外，就是互防疫第一线人员上好的支持。较事无确实挂喙安，照规定相当严罚万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家人增加9例确诊，其中有一对果菜市场的翁仔某。市长林佑昌就宣布讲，果菜市场暂停营业到5月28，而且所有市场拢禁止试食。市长林佑昌公布成功市场确诊大头家一家口仔行踪，头家后生接出入成功市场，囝婿伫咧内湖科学园区上班。大家注意的是，因囝婿捌伫咧5月初7甲5月18陪亲人去卫福部家人病院看病。5月初9下晡，翁仔某2个人捌去调景公园，而且拢无挂喙罨。新北市确诊的个案修正加上报回来拢共有384例，其中邦桥是占上介济。所以新北市长侯友宜就宣布讲，对邦桥、中和这寡疫情较严重的里，设热区防疫中心，要特别加强防疫措施3天，设立机动的体检站，嘛加强市场人定出入的管控。召开会议，新北市长侯友宜非常关心各单位执行防疫工作的落实度。考虑疫情严重，22加上矫正回归案例，新北市总共增加384例，其中以邦桥103例上济，总共确诊人数1279人。伊宣布会针对邦桥12个里甲中和8里等疫情热区，设立热区防疫中心，启动3天的强化措施，搭配机动筛检站。以及人潮聚集的大卖场、市场，加强人流管控，全面大清消。因为时间资讯落差造成同步塞车，中央校正确诊数字，新北同步落差相关6天，和侯友宜烦恼会加做防疫抗胖，特别呼吁中央地方防疫到阵来成立国家体检队。我们要成立国家筛检队，结合民间业者的力量。一起来共同快速筛检，不要让确诊者很多已经被通知了，但是还没有到地方来，变成他在家迟迟苦等。侯友宜细致应战，外界是质疑新北的医疗能量是不是充足？伊强调会启动第2阶段的清空计划，搁增加集中检疫的量能。因为我们大幅的在降载，我们开始要启动第2个阶段的清空计划。面临大量的这个确诊者，我们的医疗能量确实大家都有压力。昨天在增加了3间的集中检疫中心这些旅馆，那我们总共现在已经有938间。伊也强调，即嘛是疫情的关键期，新北各强化防疫措施，造成民众生活不方便，请民众配合甲谅解，也希望尽量踮伫厝内，避免疫情扩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上新的消息，花莲早起3点57分发生地震，瑞士规模4.4，深度22.1公里，上大震度是伫咧花莲县的4级，南投县3级。接落来继续关心天气，今日的天气同款的真热，东半部有低阵雨，咱来看温度。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，台南、高雄是红色灯号，有机会出现38度的高温。今日过昼了后，北部、东北部各有山区会有西北风。明暗方面到地，北部暗时会开始落雨。拜二甲拜三，北部、东部雨拢是一阵一阵，嘛有可能会单雷公。也若是中南部是以西北风为主。指挥中心呼吁讲，即阵国内无必要的医疗都要暂停。不过，红仔要出事是袂堪你等。万丰病院进前替一个已经确诊的妈妈接生，医护人员规身躯穿防护衫、防夹目睭睭，过程是真翕阁真热。医疗团队真辛苦才完成手术，而且拄出事的红仔嘛无干涉。全副武装穿着防护兔宝宝装备，万丰病院妇产科医生王乐明甲团队花心比业合影进前，其实已经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手术。最近，伊替一个染疫的有性妇人进行破腹，伊甲团队过程当中袂当啉水，袂当去便所。除了手术所了的体力，佮有承受的压力，过程当中，父母竟甲因为寒甲体温规个起雾看袂清楚，互机会变成高难度的挑战。所以就变得很辛苦看，因为有时候真的在出血的时候，你是看不到那个出血点，你只能说就是在模模糊糊当中去止血。但是幸好手术过程是还蛮顺利的。手术室高规格备战，王乐明医生表示，这毋是演习，是真正面对确诊的病例。为着要降低飞沫的传染，
决定以半身的麻醉替妈妈来破腹，最后顺利生下体重3100克的健康查某阿婴仔，而且幸运并无染疫。小朋友造成妈妈这样垂直感染几率大概只有3%以下了，所以本身这种感染的几率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。那验出来也没有，那这个小朋友应该是属于一个安全健康的小朋友。手术迄时阵，定想要较紧甲阿婴仔抓出来，避免感染。王医生讲，另外一方面嘛要安达妈妈不安的情绪，总算顺利完成任务。王乐明医生甲团队才会当脱掉4层的衫，3层的喙罨甲面罩，佮有3项手套等等一层一层防护，完成伊心中的一场圣战。这应该是全台湾确诊有辛苦人人顺利生产的第一例。记者林文吴家宝台北报道。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？咱做回来看。头先是联合报。全台疫情3级警戒，学生停课，原本要下来自营养中岛等的大量农产品熊大销无路，一寡农作物因为收成无够本，农民只好放弃。有的少年农民细地贷款买农具，即阵收入煞是乌有去，生活压力是加真重。做落来是自由时报。行政院进前向立法院提出纾困特别条例、特别预算，要搁增加2100亿，因为制造业今年出口有较好，可能袂搁补助。另外，因为这波本土疫情，关门的健身中心、餐饮等等的行业，正在评估敢要提供补助。上尾是中国时报，桃园新竹苗栗欠水的情形真严重，昨新竹的宝智水库水干那剩3.1%，苗栗1号山水库2.4%，石门水库9.8%，估计干那会当用15天。不过根据天气的预报，后礼拜会有2波锋面影响台湾，有机会替咱补刮水。辛苦的侦查人员，即阵有5名防疫专员的消防队员快筛出现阳性，当地隔离。指挥中心已经证实这项消息，也强调讲要搁等核酸检测的结果。另外，疫情咧滚价，心情难免会操烦。不过提醒咱的观众朋友，伫咧网络顶传的信息有800款，无一定是正确的，大家都爱加查证，唔通乌白传。若是散布假消息，上当会当判3年，罚300万。本土疫情严重，按过网络谣言是满天飞。最近伫卡社群时时流言版，谣传行政长苏贞昌透过内线交易趁国难财。甚至有网友伫网络直播新闻开讲说，凊彩闹会讲总统蔡英文已经确诊，也无公布这不实言论。这假信息也正做全国防疫会议讨论重点。指挥中心表示，散布不实信息已经触发相当刑处3年，或者是并科300万的罚金。现在刑事局、还有调查局、还有高检署都会跟法务部共同的合作来做这些假讯息的一个打击。本土疫情继续滚价，进前金门县长向中央发挥，呼吁开放地方向中国买疫苗。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讲愿意出面争取中国疫苗来台湾。不过指挥中心表示，台湾已经甲 COVAX 甲特定厂商买疫苗，对中国疫苗信心无够。COVAX 的平台加上其他我们个别的疫苗厂商所购买的，那都有达到一定的数量。对于中国的疫苗，我们国人应该信心度是不足的啦。另外，一传出参加邦加地区防疫专案勤务的消防员快筛验出阳性反应，指挥中心证实有5名消防员阳性反应，不过核酸检测结果还未出来。所以，即使现在有快筛阳性的同仁出现，但其他的同仁也都刚刚完成快筛，那目前为止都呈阴性反应，我们也会密切的监控。那这个部分，我们也希望说，在不影响我们的勤务的调度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请其他的分队来支援，因为万华区现在毕竟比较吃紧。指挥中心表示，确出执行防疫工作染疫会依照特别条例，相关补偿作业补助、医疗费用等。同时，为确保救护能量，也甲消防署定出3级警戒指引，包含救护车前舱、后舱爱开窗啊，保持空气流通这个方式，降低感染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关心目前咱国内本土病例数量，昨咱增加321例本土，阁有校正报回来400个病例。自疫情爆发到今，计共有2701例。咱来看各县市的病例数量。
新北市是目前全台湾上界济，有1300例；台北市有1015例，桃园有146例，彰化县77例，高雄市41例，宜兰34例，台中32例，高雄20例，新竹市9例，屏东县6例，花莲县、台南市、新竹县、云林县拢是4例，南投3例，苗栗县有2例。以上的资料是疾管署今早起上新的统计。新确诊加上报回来，台北市一困头就增加269例本土。面对这个情形，国文地呼吁中央通报疫情的流程，就要有较新的周全。另外，台北市这几天快筛阳性率是清到7%，国文地就表示唔免伤过惊吓，因为疫情3级的效果后礼拜会慢慢出来。台北市一个防疫旅馆边巷仔22早起化学兵的消毒。台北市即卖防疫旅馆量有105间，已提供将近7000个房间。加强版防疫专职旅馆有4间。国民体指出，19到21，台北市快筛站的阳性率也升悬到7%。不过，唔免伤过惊吓，这礼拜升级3级的效果会慢慢在下礼拜出来。快筛它反映的并不是这个礼拜的感染状况，而是差不多1个礼拜到甚至到1个礼拜的2个礼拜前的感染状况，自我严格的管理，它的效果要到这个礼拜才慢慢可以看得到。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日前公布数据，台北增加269例本土病例，不过其中有校正回归数字引起外界质疑。关体解释，指挥中心公布的确诊数字是2天前采检的个案有时间差。在最近检体数暴量之下，医院继续用较费时的 PCR 采检，无优化通报流程，确实会出现误差。正常状况下，它有大概是2天的时间差。可是当量多的时候，它的时间差就不只是2天了，会更久。所以我倒觉得在病例相当多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还要坚持用 PCR 来作为确诊的人数哈，恐怕在公共卫生上是不太切实际的。每天在公布疫情的那数目，恐怕我们要一个新的方法。台北市的确诊热点目前10个行政区拢有确诊个案，不过为1月初1到5月21，确诊数依然集中在艋舺区342例，过来是文山区38例，台东区30例。国体也呼吁确属 PCR 采检阳性，症状不明显，无高风险因素。统计上80%免大院，建议留在厝内一人一间等待通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北市文山一分局表示，一个勤务指挥中心的孙子，正因为有感冒症头去因兜附近看医生，遭确诊，目前已经完成分区内底办公室的消毒。这位孙子5月2日出现感冒症头，去新北的永和因兜附近看医生，遭防通知确诊，目前已经照规定甲分区办公室消毒，相关的员工自主健康管理，而且马甲伊接触过的警察嘛已经休假暂停上班。咱国内昨宣布增加2例死亡个案，一个是住伫咧永和的老先生，伊咧等采检结果的时阵，就感觉身体无爽快，送医不幸死亡。落尾采检的结果出来是确诊的。另外，树林嘛有一个查某人接到确诊的通知，要伫咧厝等后续安排的时阵，人就开始艰苦，赶紧找里长甲伊斗相共。民众报道了，医护人员随间帮体温。因为确诊病例增加，新北市为着要消除医疗压力，2月启用集中检疫中心，优先收治轻症或者是无症状者，可以让安心用病。市政府在各个社区筛检站都有1辆小巴备用，带着社区快筛阳性的个案到集中检疫所。疫情严重，也连续传出疑似确诊者身体无爽快，甚至死亡的消息。新北市永和一位姓顾的老先生，2日身体无爽快，送病了，宣告不幸死亡。因为老先生1日先前已经做过采检，是毋是确诊由指挥中心宣布。甲老先生带做伙牵手，一个8责任食饭的查某囝是可能接触者，采检追踪。伫台北市树林受一个网家工作的确诊的女性，也是身体无爽快，甲里长讲了，送医急救。因为他本身有在万华有接触史，所以他自己去振兴医院再检。那礼拜3他收到确诊通知书，然后他怕是诈骗集团，所以他打电话来旅办求助。然后经过他求证之后，确实是防疫中心的，那我就请他在家里不要怕他走。
为了要减少疫情继续扩大，行政署长陈家钦2月亲自去新北市的三重埔大同公园，抑个中心桥卡的机能车的休困站，视察环境抗倒防疫，抑个民众配合的情形。为了要避免群聚，全台湾几类的县市加室内外的体育场馆，抑个民众容易聚集的公共场所拢关起来，阻断传染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地方放送头，新竹县尖石乡为着预防疫情，宣布对5月2日开始，逐礼拜5的要暗暝5点开始到礼拜，要去后山的民众爱先伫咧宜兴大桥乘凉体温，而且拒绝外地游客，不管是露营也是爬山，拢袂使。是对啊，那你这样折返哦，都没有开放，不好意思，尽量留在家里，不要移动了。每一台上山的车，拢互砸落来。问清楚要去倒位，新竹县尖石乡逐礼拜拢有真侪游客来到这，即马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除了往来民众，拢着磅体温，对想要去山顶佚佗的游客，乡公所只好讲歹势。不，这是防疫期间是特殊的那个情况，是大家都要配合的，很好，应该的。对。就觉得其实这样做其实对大家比较好。让我们保有我们乡亲的所有乡民的健康安全着想，虽然辛苦，但是这是必定要防疫的。目前尖石乡的露营区、民宿、各温泉业者，也拢配合政策暂停营业。乡长呼吁大家暂时先莫来山顶佚佗，防疫抗第一。每逢例假日呢，礼拜5的下班以后开始设站，就是我们这个疫情的一个防治这个量测体温的关怀站呢，在这里驻点，希望能够劝离一些不必要的移动的游客来到我们乡内。除了尖石，五王乡也开始管制隔离游客。另外，乡内底14个步道甲游乐区，礼拜进前拢无对外开放，呼吁民众疫情期间尽量莫出门，较安全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再去看世界，北半球进入热天，一个天气较干燥的国家开始出现森林大火，亲像希腊、俄罗斯甲美国拢小连续传出灾情。增加元素的救火车拄则赶到位现场，已经有消防人员摕着水管赶进来拍火。这是美国加州南部的圣塔芭芭拉。森林野火在当地时间27夜开始炭烧，消防单位哪拍火，哪要求现场附近的民众撤离。It was driven by two factors. One, the topography. It was burning uphill when fire burns a lot faster uphill, and it was being pushed laterally by those very strong, gusty south winds to the 火势炭烧了后，当地政府下达撤离的指令，不过在2日透早来撤销，至今无人员伤亡。导火原因则由警消单位伫调查中。另外，相关的场景也出现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，地点是我国哈萨克边界周边。俄罗斯自北到南，真侪所在气温拢比往年同期悬出10几度到20度。欧洲新闻台的气象报告指出，有种啊所在森林火灾是旧年热天留落来，无完全拍熄，到今年热天又搁开始炭烧开了。Я еле сам спас. Я задыхался тут уже. Тут головешки летели с неба, как град. 另外，希腊首都雅典西边90公里左右，科林斯湾烟花对当地时间20开始，火势就在林地甲农场一直炭烧，连前方的雅典的民众拢闻到火烧出来臭大味。路透社报道指出，地火炭烧开进前，附近的村民受到当局的监视，要求大家赶紧来撤离。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。天气报你知，今日的天气同款的真热，台南、高雄有机会出现38度的高温。过到了后，各地山区、大台北、有宜兰会有西北风。咱这回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。北部地区25度到33度。中部地区26度到35度，南部地区26度到35度，东部地区25度到31度，外岛地区22度到34度。这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。
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，我是苏眉，祝您规工顺心，再会。